shadows creep while you and me repeat.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. 我林秋月，26岁，身高1.78米，西电金融博士，月收入2万8，至今未谈过恋爱。妈怎么给我介绍了这么个神仙？这我也驾驭不住啊！江宇，过完年27，身高177，专科，月收入4500，谈过4个女朋友。看在介绍人面子的份上，我们走个流程吧。有车吗？有房吗？有存款吗？我的择偶标准很简单，有一套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，一辆50万以上的车，硕士毕业学历，身高1.8米以上，有上进心，最好能跟我一样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感情史。可是我帅啊！好吧，我承认你的确挺帅的。可是这个年头，帅能当饭吃吗？男人进入社会，终究是要靠本事。你刚才跟我说你月薪不到5000啊，我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工作是低于1万以下。就连我家楼下卖水果的张阿姨，一个月也有1.5万的收入，是你的3倍有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很差劲。如果你能把花在女人身上的心思用在工作上，一定会有所作为的。我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啊。当今社会是有钱人的社会，只要有了钱，下一代就会有很好的家庭环境。我可不希望我未来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所以我有10套学区房，折合现金1个亿。10套学区房，那岂不是一个月光收房租都得10多万？所以你接着说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还蛮合适的。所以我觉得咱们俩还蛮合适的。哎呦，是吗？哪里合适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男性对于情感向来没有女性敏锐，可能你过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得到。可是我也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。最简单的，我的身高就没有180。我说的是180左右，是一个范围区间。好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这个区间是多少呢？最好是177。好家伙，照着我的身高念呢。可是你不是说你不希望你的另一半有太多感情经历吗？我可是谈过4个女朋友呢。那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有过多感情史的男人更加成熟，更加知性，对待双方的情感问题更加融洽。这你都能圆回来？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上进心的男人，我就没有上进心啊。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，我就喜欢当一条咸鱼。我说的上进心，不是对事业上的上进心，而是对生活的态度，乐观向上，热爱生活，白居易大隐于世，陶渊明置身田园，都是很好的例子。哎呦，好啊，说的太好了！像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，说起瞎话，实话实说起来，一套一套。亲爱的，你对我还满意吗？等等，我先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是喜欢甜粽子还是咸粽子？咸的。哎呀，我喜欢甜的，甜咸不一家，我们不合适，就此别过。哎呦，还好没赶过来，不然吹个牛逼可就兜不住了。任小雨，你这个月的房租到底什么时候交？哎，哥，你再宽限我2天，等我发了工资，我就给你交啊。
刚出完牛逼，下个月房租又麻烦。唉，不过，所以你接着说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还蛮合适的。在这女博士面前吹了牛逼，也挺美滋滋啊。我流星，哎呦，学快去！希望吹牛逼的那10套学区房都是真的。选好租赁系统启动成功。啊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啊！我操，发了！系统你在吗？要怎么用啊？系统！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，获得1万积分额度，并且每日发放1万积分额度，是否领取今日积分额度？这积分要怎么用啊？可以用于兑换商城内的物品，兑换物品必须在1个月以内出租，出租成功，物品便正式归宿主所有。系统的东西要出租出去才能是自己的啊？是的。那我能不能直接租用系统的物品啊？不可以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就应该努力把系统东西给租出去，在收获人脉、金钱的同时，还能获得这些物品来充实自己的资源。没想到宿主这么快就找到了本系统的正确使用思路，嘉奖宿主一个赞。哎呦，这是良性循环啊！随着我租出去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我收获的势力、金钱也会越来越强。到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找我来租东西啊！到时候，我就是整个商业界，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教父。我将与神无异。哎呀！太空探测器、深海游艇开采装置、死地干扰屏蔽器，我去！系统，这都什么鬼玩意儿？你确定这能租出去吗？行的，宿主，你行的，相信自己。我相信你妈呀！我还真以为天上掉馅饼，没想到是这么大一个坑啊！紫金院学区房兑换积分1000，库存10套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好像有点希望啊！1个月的话，应该可以租出去。就它了。哎呦！没想到啊，我1个月薪不到5000的打工人，有朝一日能有10套房，而且还是其豪宅级别的学区房。宿主兑换成功，接下来请将兑换物品租赁出去，按最低租金不得低于每个月5000元。紫金院靠近东江2中，租金普遍在12000左右，1000块太便宜了。系统，你给我等着啊，我分分钟给你租出去。有10套房就了不起了，有10套房就可以看不起人，有10套房就可以羞辱我。甜粽子咸粽子，你怎么不问我进了香的那只脚啊？喂，秋月啊，今天相亲怎么样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种情况你怎么不跟我事先说一下呀？哎呀，秋月呀，这对你有所隐瞒是方婶的不对，这不是想着你要知道了人家具体情况，这连见都不见了吗？我知道你看不上人家，但是这小伙子其实人也挺实诚的，交个朋友还是不错的。还我看不上人家，明明是人家看不上我，他看不上你？他凭啥看不上你啊？他说他有10套学区房。10套学区房？哎呦，啥10套学区房呀？他唬你的吧？方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他妈可是我几10年的好朋友，他家啥情况我还不知道吗？混蛋，混蛋，居然敢骗我！
就是跟你开了个小玩笑，没想到你当真了。我堂堂一个女博士，居然被一个专科生给骗了，你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！你呀，长点记性也好。怎么能替他说话？这个狗男人，别让我遇到他，遇到他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这小年轻的事儿啊，我也懒得管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表妹芊芊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让你帮忙问的学区房的事儿，你问了没有啊？放婶儿，你怎么不早说？现在都8月了，我去哪儿给你找学区房啊？不是啊，月月，你一个博士生，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，这要不然我找你妈说去。那个放婶，你千万别跟我妈说，要不我妈又唠叨我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尽量帮您找一找。这还差不多。博士生也不是万能的呀，这个阶段去哪儿给他找学区房？只好先问问你。哎，我再确认一下，这房子呀，以后就是我的了。而且这么豪华的房子，我还有10栋。这么豪华的房子，我有10栋啊！是的，先生。哎呦，年纪轻轻的就拥有10栋学区房，这是顶级的富二代。宿主请注意，本系统给宿主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租出去之后才会真正归属宿主，否则1个月之后就要回收。哎呦，把这张给我。吴言，帮我拟定分租。提醒宿主，租赁行为必须亲自完成，不可假手他人。哎，这完成难度还不小。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这没你事儿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系统啊系统，算你还有点良心，要是连广告都要我自己准备，我指定投诉。价格和之前的一样，小区广告牌走起。嘿，秋月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老同学，别提了，你赶快帮我查一查，你们小区还有没有租出去的房子？这个没有吧？我们小区都有学区房，这开学日快到了，能租的都租出去了。老同学，我真的挺急的，你就帮我查查呗。不行，秋月难得求我一次，我要把这事给他办好了，他还不得对我刮目相看？嘿嘿，秋月，你别着急啊，让我查查啊，查查。好。还真有。今天上午有一个富豪买下我们紫金苑10套房。什么？天哪，10套！他买了10套学区房，而且是在这寸土寸金的紫金苑。10套，那他肯定有没有租出去的房子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问问。哎，小詹，我记得经理之前是让你去接待那位神秘富豪的是吧？经理说他手里有我们这里10套房，是我们最重要的业主，必须好好接待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是说那个富豪现在去哪里了？他好像说要搞什么租赁合同，应该会去楼下告示牌那边吧。我等会儿就带你过去啊。好，谢谢。喂，经理，给那位神秘富豪挑选礼物，你还要亲自去送。好的，我马上准备。周哥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行，你去吧。秋月，这下有办法了。可是这10套学区房，好像前不久听说过。我有10套学区房，折合现金1个亿。会吧？秋月，什么不会吧？可能是我想多了，那个混蛋就是个骗子。眼下着急的还是这个神豪大哥。是什么混蛋？秋月，你在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去相亲啊，遇到一个男的，他给我说他有10套。这是什么人呐？秋月，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现在打过去骂死他。算了，租房要紧。秋月呀，你还是太大方了。行吧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啊。好。这边。哎呀，现在就等租房开张了。
富豪先生，听说你要租……狗男人，怎么是你啊？狗男人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方婶都跟我说了，你根本就没有10套学区房，都是在骗我。我没房。哎，看清楚。都这个时候你还装呢？秋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贱人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说哥们儿，你作为男人是一点气度都没有的吗？哎，你出门怎么带条狗啊？你说什么你？啊，我说错了，暖男不如狗，大家伙都知道的事儿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看你这样子也是来租房的吗？看在我们那么熟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9.9折。你别装了，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要租房，你刚好有合适的房子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你分明就是在跟踪我，给我演的一出戏吧？幼稚，真幼稚！我跟踪你，你不要自我感觉太良好。租不租？不租赶紧走，别挡别人看房。走走走走走。真晦气，又遇到这混蛋。咱们还是赶快去找申浩先生吧，别跟他在这儿浪费时间。哎，秋月别急，申豪不在这儿，我们去别处找找。哎，哼，爱租不租？我这房这么好，不缺人租。这怎么到处找都找不到啊？给那位神秘富豪挑选礼物，你还要亲自去送？经理之前说送礼，我问问经理在哪。喂，经理啊，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在哪儿啊？广告牌附近。兜兜转转，原来人家早在那儿等着了。都怪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，要不是他出现在那里干扰咱们，咱们肯定是等在那里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找。这个混蛋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走走走走。经理都准备好了。我们绝不能让业主感到有一点怠慢。经理放心，就是不知道那位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居然能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买下10套房。那还用问？肯定是有通天背景，非富即贵啊！小伙子，谢谢你把房子租给我们。哎，不客气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。辛苦辛苦辛苦。哎，就这么一会儿就拿下了3份合同，嘿，这任务也没这么难嘛。哎呦，我去！女人，你鬼鬼祟祟吵声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想乱来啊！哟，还伪造合同呢？你为了出风头就这么处心积虑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之间啊只是相亲的关系，哦不，只是相亲我没看上你的关系，你可别僭越啊！秋月，我们别管他了，赶紧找找这申豪大佬在哪儿呢？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啊！哎，你们在找谁啊？我就不妨告诉你，我们在找拥有这10套学区房真正的神豪大佬，而且是在这寸土寸金的紫金苑。哎呦，搞了半天你们在找我呀？你有完没完？你说你有10套房，就真有10套房？兄弟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装逼不是这么装的，你好歹换身衣服。就你这样，还申豪大佬，还10套学区房，你是真不怕人笑呢？赶紧滚！我现在忙着呢，没时间听你胡扯。哎，万一我真有10套学区房呢？你要是真有10套学区房啊，你要我怎样就怎样，哪怕是叫你爸爸都行。哎呦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？对啊，就是我说的。可是呢，你根本就没有10套学区房，真是吹牛不上实，瞎嘚瑟。强先生死吧！我希望你死去一点哦！你再不离开我们小区，我要叫保安了。江先生您好，
我是紫金苑物业总经理，我代表紫金苑全体物业，恭喜您成为10套房业主。恭喜江先生。恭喜江先生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啊？混账！怎么敢得罪江先生？还不快向江先生道歉！滚！江先生，您别见怪，这个人只是个临时工，我现在就去将他解雇。不，经理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知道的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我给您道歉。行，你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谢谢啊，幸福了。等等，难道这一切女人，就算你逼懂我，我也不会从了你的。江宇，少给我扯开话题，说你那10套学区房到底怎么回事？方婶可是跟我说了，你根本没有房子。看在你妈跟方婶的交情份上，我可不想你因为你就坐牢。这女人好像本性不坏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这10套学区房啊，都是正规得来的。不信你看。居然是真的，你真的拥有合法的10套学区房？不然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误会你了。那你能不能租我一趟？我有急用。哎呦，我记得之前某人可是说过啊，要是我真有学区房，就叫我爸爸。江宇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要这么幼稚好吗？我不能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行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之后我租你房子，给你多加1成的房租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叫爸爸。江宇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趁人之危的小人啊？这话之前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逼你说的。再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都租出去3套房子，我又不差你。要不是你答应叫我爸爸，我都懒得搭理你。江宇，好歹我们也是认识一场，你非要搞得这么难看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叫不叫一句话。算你狠！爸爸，没吃饭啊？大点声点，听不见。哎呦！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？你看看你那脑袋吓的，差点给大吓走了。现在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了吧？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租房子了？江宇，你耍我！这话可得说清楚啊！我哪耍你了？是你之前自己说的。我要是有学区房，你就叫我爸爸。这跟我跟你租房是两码事。亏你还是博士呢，连这点逻辑都搞不清楚。江宇，你不有2套破房子吗？王八蛋才租你房子。那你租不租啊？租，我租。哎呀，那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我这的房子都给租完了，之前让你租你不租，现在后悔晚了吗？喂？租房子呀？对，紫金别院啊，明天来看房啊！好，给您留着啊，嘿嘿。江宇，你不是没房子了吗？哎呦，我这最近记性不太好了，这刚打了个电话，突然记起来，我这还有1套空着。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，我流氓！哎呦！哎呦！那个，我刚刚只是想帮你一下。你占了我的便宜还卖乖，我要杀了你！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
我都已经成这样了，你还站着看着我？也是啊，站着看的确不合适。这样，我坐着看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个女人，刚刚我要帮你，你不让我帮，现在又让我帮你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刚说都是气话嘛，这都听不出来。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。哎，好了，看你可怜，来，起来。毕竟嘛，我也是一个对阿猫阿狗都有爱心的人。你要把房子租给我？等等，你刚才说谁是阿猫阿狗？你租不租啊？不租我收回来。我租。好，记好了啊，每个月15号交房租。逾期要是没钱的话，我可不保证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！死了，去死！对待你房东就这态度啊？信不信我给你涨租啊？混蛋！你不气我能死啊？喂，儿子，找爹怎么了？哦，行，街角咖啡厅啊。好，那咱们聊聊。啊，你还有个儿子？对啊，我的好大儿。要不说你的作业，当初你要是跟我相亲成功的话，直接无痛当妈，多好！去死！死吧你！喂，方婶。喂，秋月，你昨天说的事儿，我去问了。什么？就是你说他家有10套房的事儿啊？我去问过了，他家没什么学区房，就是他说他儿子在中介工作，所以呀，喂，秋月，所以搞了半天，他还是在耍我。江宇，别让我逮着你，逮着你我就弄死你！雨子，这边，你干嘛去了？怎么来这么晚啊？跟你妈闹点矛盾，别在意啊，好大儿。我吗？靠！你又换对象了？哎，我说你小子，能不能别总把我当成你们之间累的一环啊？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好大儿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要结婚的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咱俩谁跟谁呀？这事你都快说了800回，怎么惦记爸爸的份子钱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你也知道，婚礼嘛，人生只有一次，我想把它弄得更有排面一点，就想租辆超跑。结果，我到租赁公司之后，他跟我说租超跑需要资质审核，他说像我这种至少得等2个月。我去他大爷的，2月我都把媳妇都领回家了。哎呦，瞧不起我兄弟啊？哪家租赁公司？报上名来听听。啊，算了，人家也是怕担责任嘛。虽然佳悦说这些都不重要，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挺对不起他的。这些年，佳悦陪我吃了这么多苦，我却连在婚礼上给他挣点面子都挣不到。哎呀，好大儿，这点小事跟你爸说呀，爸分分钟给你解决掉。阿宇，别开玩笑了，这资质审核的事儿你怎么能搞定呢？我不需要搞定，不就是车吗？我有啊。系统兑换。法拉利，够不够？哎呀，这不就是一打火机吗？开什么？我操！这真法拉利啊！这可是价值4000多万的超级跑车，你怎么搞到的？哎，来，坐下，坐。哥们儿最近啊发了一点小财，嘿。不过呢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车我可不是直接给你的啊。2万1天，无需保证金，够不够意思？嘿，够意思，肯定够意思呀！2万块钱就能租一辆4000多万的超级跑车，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啊？不过，你这么贵的车，我到时候万一出什么事儿了，这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！阿远，其实一开始我只想租辆300万的跑车。300万，有没有点出息？有没有点出息来啊？
300万的车你都能拉出去接亲，出去别说你是我兄弟。可是，瞧你那点怂样，哥们儿现在有钱了，不行这样，到时候我来开这车，出的事我担着。这哪能那么算呢？要不然这样，到时候万一真出事了，我把婚房卖了也要赔你。这兄弟能出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咱们兄弟两个就别说这些话了。现在主车有了，是不是得有副车呀？一排拉满才够赔，是不是？兄弟，辛苦你了，再帮我上上分。那倒也是啊，4000多万的超级跑车都租了，也不差那2辆。那还有啥车？啊，再有就是玛莎拉蒂总裁。玛莎拉蒂啊，才100多万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100多万的车和4000多万的超级跑车，是不是有点不太搭呀？可是哥这儿啊，是10辆连号的车。我操！阿宇哥，你真发达了呀！10辆连号的玛莎拉蒂你都能搞到，大惊小怪，你坐仰卧起坐呢？坐去。哥就问你一句话，够不够牌面？哎呀，包有牌面的呀，嘎嘎有牌面，究极有牌面啊！阿宇，你以后你就是我亲哥。哎，兄弟，这一辆车租一天多少钱？象征性的收你一点吧，一天1辆1000块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太占你便宜了。是我占你的便宜，兄弟，辛苦你帮我刷了一辆法拉利和10辆玛莎拉蒂。行了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把合同签了啊。谢谢你啊，宇哥，放心，到时候我和佳悦在婚礼上一定好好的感谢你。行，赶紧去准备婚礼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去。没想到啊，租赁事业进行的这么顺利。哎呀，说起来，好像自从我遇到林秋月那个女人之后，我的运气好像变得好起来了。难道她是我的福星？你看这儿，那会儿保成这个样子。月月，你怎么啦？没什么，忽然有些冷，好像有谁在背后念叨我一样。你这么漂亮，惦记你的男人肯定不少。你还说呢？我前2天遇到一个神经病，他跟我说他有10套学区房，然后还在那跟我各种吹牛逼，我真受不了他。这么有意思啊？你还笑呢？我差点快被他气死。哎呀，可是我这听起来怎么像是女朋友在埋怨男朋友呢？死佳佳，你敢调侃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了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对了，大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，那些流程你都怎么样了？没问题的。我怎么听说你那个未婚夫有些困难呢？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尽管给我开口。谢谢你啊，月月。谁让我们是最好的闺蜜呢？我跟你说，在婚礼上，我要当你的伴娘，谁都不许跟我抢。那当然啦。喂，老公。喂，老婆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接亲这事儿啊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我找我好兄弟租了一辆法拉利和10辆连号的玛莎拉蒂，保证结婚当天啊，给你牌面拉满了。什么？我的天哪！你老公还有这样的朋友啊？老公，你别这样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在乎这些的。你租的车都太贵了。不贵，老婆，我这兄弟啊，最近赚了钱，差这俩钱。法拉利2万一天，玛莎拉蒂1辆1000，这跟不要钱没什么区别嘛。我的天哪，这么豪横啊！法拉利10辆连号的玛莎拉蒂，随随便便就这么租了？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兄弟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知道的，他就是……先生，该是礼服了。行，我马上去啊。老婆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试一下礼服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兄弟啊，到时候
也会去参加咱们的婚礼，给我当伴郎。到时候啊，咱们一定要在婚礼上好好的感谢一下他。那是应该的。佳佳，你可真有福气，有这么好的老公，你老公还有这样的好兄弟。我也没想到。佳佳，我跟你说，你到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人介绍给我，我要跟他合影，然后，不行，叫爸爸。然后发给那个狗男人，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豪，什么是真正的好男人。都齐了。哎，阿宇，还有1个小时就要接亲了，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你爸爸马上到。哎，昨天把车停哪儿来着？混蛋，是你啊！哼，哎呦，奔驰啊，还是新车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整这么大排烟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多新鲜呢！我在这有10栋房子呢，还没租完呢。我不在这儿在哪儿？倒是你，都租了我的房子了，说话还这么嚣张。编，继续编。你以为我还会被你骗吗？赣中界的江先生，得，这小妞又误会了。哼！哎呀，李秋月，说实话吧，咱俩挺有缘分。但凡你稍微带点脑子，你早就傍上神好了。你说我没脑子？你一个专科的说我一个堂堂女博士没脑子，你呢？什么神豪，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而已。我一会儿可是要去见真正的神豪，到时候我多拍几张照片，酸死你！哎呦，那恐怕要让你失望。什么神豪，在哥面前都是渣渣。江宇，你的无知让我更加期待你一会儿是怎么被打脸的。哼！哎，这。哼，这就走了？但凡你晚走一会儿，不就能见到真正的神豪了吗？真是郎中的女包，今天好漂亮啊！今年这该还可以吃，小好吃。佳佳，我来了。哎，月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都要来不及化妆了。别提了，我又遇上个神经病，还跟我在那装什么？佳佳，你这回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神豪朋友介绍给我，我要狠狠打那个家伙的脸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是没有看到他，看到他你就知道我多生气。明明就是一个干中介的，还看不上我，我跟他没完。那你这样子，怕是一生都要和人家纠缠不清吧？佳佳，你这回无论如何都要帮我。我就知道佳佳你最好了。我操，法拉利！我的个乖乖！不止，这后面还有6辆玛莎拉蒂，全是连号。我去，这也太有排面了吧！法拉利开到连号的玛莎拉蒂，这个人有多有钱啊！老婆，我来接你了，跟我走吧。
等等，哪儿那么容易就让你把新娘接走啊？哦，放心放心，不用。你那位神豪朋友没有来接新娘啊？啊，我那位朋友啊，害怕喧宾夺主，还在车上呢。走，去看看。神豪，你好，我是林秋月，是这次新娘的伴娘，你有兴趣认识一下我吗？江宇，哟，林秋月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江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林秋月，我以为你说那申豪是谁呢？感情是我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重来，快重来！哎，月月，你们认识？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混蛋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嫂子呀！看来咱们之间的关系还挺深的嘛。谁是你嫂子呀？我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就算有关系，也是生死敌仇的关系。哎呀，月月，你又口是心非，难怪你向我跟他打听那么多，原来是早有预谋呀！哎呦，女人，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啊！说吧，跳操多久了？哎，嫂子，你别跑啊！今天我结婚，还让你当伴娘呢。月月，先陪着新娘子，我去把这不听话的伴娘抓回来。这，我有点搞不明白这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……我都干什么了？我都干什么了？挑人丢死了！我干脆死了算了。哎，行了，干嘛想不开啊？别叫我，我要跳河自尽。哎，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不就是丢人现眼吗？你在我这儿没少丢人，还没醒。有你这样安慰人的吗？算了，我要跳河。哎，Just be, let my arms around your body, darling, because you're the one, no one else. 你个臭流氓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其实那些车都是我租的，为的就是给兄弟撑场子。这样说，你能好受点吗？你没哄我。我哄你干嘛呀？我是怕你跳下河死了，变成女鬼纠缠我。混蛋，我踩死你！这混蛋就跟着我生气，可是确实也没那么凶手。好了，现在气也顺了吧？该回去了吧？林小姐，你也不想你闺蜜的婚礼给你搞得一团糟吧？兄弟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把你的车给撞了。何峰，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呢？阿宇，我真的对不起。这样吧，你说个数，我就算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赔给你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这时间跟我在这说什么破事？你不应该把新娘赶紧送到酒店去？兄弟，你行了，不就是撞个车嘛，多大点事儿？我去看看。啊，你呢，大喜的日子也别提心吊胆了啊！你装什么装啊？那车又不是你的，他撞了你不让他赔，难道你赔啊？
你是在关心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你还嬉皮笑脸？那可是价值千万的豪车，刮掉一个皮都会让你倾家荡产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赶紧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要是实在不行，我帮你打官司，尽量减少一些损失。哎，这女人有点意思啊。老公，江宇怎么说啊？江宇说不用我赔，可这种情况我怎么可能让他一个人承担嘛？江宇，要不然今天这个婚礼咱们还是别结了，我不想拖累你。老公，你别这么说，大不了我陪你一辈子打工还债。老婆。哎，别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啊！哥这么大一身豪，会让你们索赔吗？哎，哥们要脸。兄弟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江宇，你别说了，我们一定会赔的。哎呀，两个大好人。这样吧，林小姐，车钥匙给我。干什么？这怎么给撞了呀？怎么样？现在相信我不在乎了吗？阿宇，你他妈都干了点啥呀？嘿嘿，岁岁平安嘛，就当是我和伴娘为你们两个送上双重祝福。江宇，你这一声祝福，价值好几百万呢。为了我兄弟，值了。哎，对了，车的损失从你的房租里面扣啊。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个？别忘了，你这些车是租的，要倾家荡产的赔呢。这女人对我的关心好像越来越掩饰不住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这车我上了全险，而且还是我一个关系特好特铁的朋友的，包没事的。真的？愣着干什么呀？车队继续啊！快到时间了，吃饭吃席啊！好，走。阿宇，那我们就先上去了，等会儿同学们来了，你帮我好好的招待一下。好啊。哎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我介绍我同学给你认识。我才不要呢。佳佳，我衣服还没换呢，咱们先赶紧上去吧。来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专科小王子吗？这不是我们的专科小王子吗？李文俊，我的高中班长，富二代，一向瞧不起。哎，开个玩笑吧，阿姨不会生气的哈。大班长，咱们俩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好到可以勾肩搭背的地步。韩大小花，你也来了？江宇，是我，韩彩妍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我们进去吧。哎，江宇，说起来，咱们毕业这么多年，同学聚会你江宇是一次不去，哎，害得大家这么久才重新见你一面，大忙人一定很赚钱吧？也没有吧，就随便当个中介，月薪4000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没想到咱们这批同学里头还有人月薪不到5000的。江宇，我那儿还缺一个市场运营，月薪7000，要不考虑一下？
谢谢啊，倒不用了。是因为你的女朋友同意吗？因为你女朋友不同意啊？我现在还单着身呢，哪来的女朋友啊？怎么可能？上学那会儿，全班女生都喜欢你。嗨，你不也是吗？当时班里基本上没有男生不喜欢你。你说全班男生都喜欢我，那你喜不喜欢我呀？啊，我肯定也是喜欢的，但是那时候追你的人太多，我觉得自己没戏，也就没费那功夫。那你不试试，怎么知道呀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高冷校花难道对我……好了好了，咱们是参加老同学婚礼的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们是不是得商量一下随多少钱，省得让一些穷鬼同学为难啊？啊？哦，那班长大人准备随多少？我看了，这桌酒席至少8888，加上烟酒得不少钱。这样吧，我做个表率，我随5000，你们呢随500就行。班长大气，那可不，谁不知道班长这些年都赚疯了，区区5000不算什么。有班长带队，咱们可轻松多了。只怕某些人连500也出不起。班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好不容易见到江宇一面，今天又是贺峰的婚礼，你就非要让他这么难堪吗？他江宇到底哪里比我强？你处处维护他。嘿嘿，怎么会呢？我就是觉得呀，贺峰这小子结婚，咱们老同学不能给他丢脸啊。那既然这样，江宇来说到底随多少钱？好吧？哼，我来定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不过江宇，你也别说太高，省得咱们有些同学下个月要喝西北风了。班长，你别搞笑了，江宇他能收多少？他顶多说出500吧。江宇，你可别真说是500啊，我们可丢不起那人。你们，哎，我跟贺峰关系好，随的可能比较多，所以还是你们自己商量吧。江宇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和贺峰关系就差了吗？哎，这样吧，我们不管其他同学，你随多少，我跟多少。哼，当真？当然当真，这么多同学看着呢。虽然我也不想出太多钱，但是要是能让你难受，3000、5000我还是出得起的。江宇，你别冲动，这可能是激将法。江宇，你瞧不起我？我吃个早饭都不止100块。100块，我随100万。跟吗？江宇，你耍老子呢？你有100万吗？你就吹牛！你别管我有没有，你就说你跟还是不跟。本想在这小子面前装个逼，没想到他玩这么大，老子就不信你真有100万。那万一我要是有呢？怎么说？你要真有100万，老子给你跪下叫爸爸！哎，小兵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逆子。你要是个美少女的话，叫我爸爸那还行。月月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打喷嚏啊？是不是感冒了呀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像某个人老在背后念叨我一样。是不是江宇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平时那么高冷，现在一提到他脸都红了，还说不是他。死佳佳，你今天的婚礼是不想办了吗？啊？那你到底要怎样？这样吧，我随礼，你若不跟，就跪下给我磕头。好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那就给我跪下磕头。一言为定。江宇，你太冲动了。你好，随礼。江宇，100万。多少？100万？
装，接着装，说的跟你真有100万似的。随礼100万元，欢迎贵宾降临。江宇，你不是说你月薪4000吗？你哪来的100万？当然是宿主系统商城每日已刷新，请注意查看。什么？系统每日刷新？哎呀，太好了！那些坑爹没人要的玩意儿，终于可以刷掉了。让我看看，今天都刷新了什么？超时空运输装置。轨道卫星修理器，G56运输飞艇。哎呀，系统你可真行啊，成天就刷新些这些玩意儿。这个还行啊。等等。系统兑换的东西，虽然第一时间不属于我，但如今我已经有了房产证。从法律层面讲，这就是属于我的资产。那是不是可以玩点骚操作了？如我所料，我这用兑换的豪宅抵押，提前向银行借贷1000万，要是还不起，他们会收走房子。反正租不出去，也要被系统收走。我无论如何都不会。就没见过你这么会钻空子的宿主。下回令。这不可能！你一个穷屌丝，怎么可能真有100万？别废话了，大班长，你是跟我随这100万呢，还是跪下给我磕头啊？哎，江宇，差不多得了，都是老同学，搞这么难看合适吗？切，你离我远点。什么？我是怕一会儿雷劈像你这圣母的时候连累到我们。大班长，您是没有这100万呢，还是磕不下这个头啊？如果是前者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借贷；但如果是后者，我也可以按着你的头来磕。江宇，你别太嚣张！我知道了。班长，你该不会想赖账吧？赖什么账？他压根就没赢。江宇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跟贺峰关系最好。别说100万，就算1000万，到时候贺峰就得全退给你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江宇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就是，仗着和贺峰关系好，坑人家文俊呢。你们胡说，江宇不是这种人。不是我说，他为什么随100万呢？有钱随便造。韩小花，你可别帮他说话，改天他给你做个局，坑了你怎么办？小心他给你设个局，坑了你怎么办？你小人之心！我懒得跟你辩解，我就说一句话：你今日不跪，来日想跪，可就没那机会。你说这话可真有意思。咋的？有朝一日我还得求着跪你的。江宇，你就别吹牛了，拿出100万就以为自己牛逼炸了。江宇，你这叫小人得志啊！好，那我这小人就恭请各位随礼吧。这家伙随100万，咱们怎么随都丢人呐！是这个家伙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我刚随的那份啊，也算在校花的头上。好的。这家伙倒是蛮体贴的。各位还在等什么呢？一会儿婚礼都快开始了。
我随。1000。哎呦，哎，班长，你这气势汹汹的就存了1000块啊？不知道的以为你存了1000万呢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看压不过我的风头，所以气急败坏，才是及时止损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可是真死，哪跟你一样啊？哎，一想到你一会儿灰溜溜的找贺峰退钱，我都替你丢脸。你们呢？你们呢？随礼500，随礼1000。真是一出好戏。行了，婚礼也开始了，没时间跟你们玩了。哎，这江宇不是有毛病吗？这不存心让大家难堪吗？就是，这钱贺峰肯定得退给他，要不然他才不舍得随100万呢。真无聊，2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幼稚。哎，同学们，你们都来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忙到现在，实在是招待不周啊。哎，阿宇呢？你来的正好。你知道今天江宇他干了什么吗？是吗？你说这事儿闹，这不是给同学们当二傻子吗？哎，他的随礼能退，想我们开涮呢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退？阿宇连4000多万的超级豪车都随便撞的人，他会退100万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贺峰，你现在还替江宇掩饰？就是，他4000万，你替他吹牛，他自个儿知道吗？哎呀，同学们呐，我想你们啊，是真的误会阿宇了。今天这婚礼啊，要不是他，这婚礼都……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说。今天你是新郎官，我们看你面子，就不跟他计较。哎，对了，更衣室在哪儿？我去换衣服，一会儿好到伴郎。啊哈哈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文俊，我早就和阿宇说好了，今天这伴郎啊，让他来当。什么？贺峰，你可想清楚？啊，想清楚了。无论是从交情还是其他角度，今天这个伴郎啊，除了他，谁都没有资格当这个伴郎。哎呀，好了，同学们，这个婚礼马上就开始了，快跟我进来吧！啊，走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娘登场。哇，这新娘子挺美啊！这2个伴娘也惊艳，都要把新娘子盖住了。江宇穿上这身，真的好帅啊！这家伙穿成这样，真是个衣冠禽兽。哎，奇怪，这个女人怎么一直往江宇身上瞄啊？难道……哎，这2个伴娘好像怎么在较劲儿似的？不会吧？这新郎也就一般，倒是那伴郎长挺帅，总不能2个伴娘抢伴郎吧？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
佳佳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月月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今天就是喝了点酒，头有点儿。要不，江宇，待会儿同学聚会去 KTV， 你去不去啊？兄弟，你去吧。我当然去了，咱们都多少年没聚了。老婆，我……去吧，早点回来啊。Yes。那咱们赶紧去嘛。对了，林小姐，要不要给你叫个代驾呀？不用。哼，哎，这枪咋？我招他惹他了？江宇，那咱们赶紧去。啊，好，走。那行，走了。哎，彩妍，我们刚才都喝了点酒，不方便开车，要不你开我的新车吧？阿宇，看出来没？他在趁机炫耀自己的新车呢。哼，宝马 M2，60多万，不便宜，但也不算贵吧？就这还能拿出来炫耀？怎么，你车有排面，开你车呀？正好我们这么多人坐不下呀。行，江宇，那我坐你的车。可以。怎么，你车还宽敞吗？再多拉几个人呢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车是单排车。切，不想带就说不想带，喊你车单排车，糊弄谁呢？就是，单排的不都是跑车啊？起步也得100万吧？哎，那也不一定啊，单排的不一定都是100万的好车。那皮卡不也是单排的吗？你胡说，刚才江宇还随了100万呢。那也不可能，江宇看着就不像能开100万豪车的人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别欺负人！要不是阿宇4000多万的超级跑车被撞坏了，不然现在炫死你们！行了，贺峰，你还替他说好话呢？啊，哎，还撞坏了4000万的豪车，谁信你？哎呀，阿宇，都怪我把你的车撞坏了，要不然现在分分钟打他们脸。哎，瞧不起哥们儿的，谁说我只有那一辆跑车？哇！我去！我操！迈凯伦，价值1000多万的跑车！江先生，请。哇，这次系统给力啊，还赠送我司机啊！应该是前任车主雇佣的关系，顺带继承给我了。你给我兄弟做司机，我带个人。是，江先生。走吧。这个，我的妈呀！怪不得人家随100万呢，开这样的车，那180万不跟玩一样？不应该啊！江宇什么时候混得这么好了？班长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人家阿宇现在呀不差那个钱，亏你还不信，你还以小人之心，觉得人家阿宇会有空做局坑你的份子钱，有点可笑。走，你。我看你很紧张啊，安全带都系不上。能不紧张吗？100万级别的车我还是经常坐的，但是这种1000万级别的豪车，谁不是头一回啊？哈，第一次啊。江宇，你调戏我！
啊，抱歉啊，刚刚的话让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江宇，你可真坏啊，我哪儿坏了？就刚才你还顺手摸，我是说你骗大家说你月薪4000。哎呀，我真月薪4000，只不过我的情况比较复杂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我才不信你！刚才我还说给你介绍工作，你肯定在心里面笑话我。怎么会？你不也是好心吗？没准儿我还真会去你们公司呢。别开玩笑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这么招女孩子喜欢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跟那个林小姐是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到了。你刚问我什么？你听错了。喂，江宇对吗？世界好景是你的吧？对，是我。我是世纪好景 C 区7栋的租客，房子马上就要到期了，我想跟你谈一下关于房子续租的问题。世界好景哦，想起来了，就是我之前兑换的。可是房子我已经抵押出去了。啊？那麻烦了，那房子我还有急用呢。不过我还有一套世界好景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甚至可以给你提供2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电话里说不太清，面谈吧。你在哪儿？哦，行，我在花园 KTV 镇南路这边，你开个导航就能找到。好。哟，枪宇来了。这家伙怎么又抖起来了？哎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介绍一下吧，丽丽，我妹妹大红，今天看我面子，来给新郎献歌的，大家鼓掌。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既然大家都是文俊哥的朋友，那就是我的朋友，不用客气。哎，那个，恕我孤陋寡闻啊，你很有名吗？我怎么没听过你啊？枪宇，那你还真是孤陋寡闻。丽丽可是低音上的大网红，粉丝500多万，你居然没听说过？确实没听过啊。说到底，不还是个网红吗？像这样的网红，我以后随随便便能捧出来110个。文俊哥，看来这里不欢迎我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丽丽，给哥一个面子，他得罪哥没得罪你吧？是吧？江宇，赶紧给丽丽道歉。给他道歉？我不过是不认识他，实话实说了一句，这还要道歉？你傲什么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那个车根本就是租的。班长，别说了。凭什么不说呀？我都已经问过，赵佳悦跟我说了，你那个车就是租的。应该是林秋月那个女人说漏了嘴。哎，这个败家娘们儿，下次见面非给她好看不可。班长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江宇他根本不在乎这些。行了，何峰，你别替他说话。江宇，你现在赶紧给丽丽还有所有同学磕头道歉。自己租个车，还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请问江宇是在这里吗？是我就是江宇。你是给我打电话那个？是我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聊。行，我先去了。好，没事，兄弟。这就灰溜溜的逃了呀。来，我怎么感觉这女人的背影有点眼熟啊？像是演艺圈的一姐周心怡，周姐。周姐，这怎么可能？就他江宇一个租车的废物，能和周姐见面？周心怡演艺圈一姐，可是号称国民御姐的大明星。也是，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就连我都只能见周姐远远一面，她这个穷屌丝，凭什么？江先生，不，小弟弟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，就有3套顶级别墅，那可是价值上亿呢。叫谁小弟弟呢？还有，没见过你这么谈事情了，真的坦诚相待。可以啊。这女人好惊艳呐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好有气质。怎么，小弟弟，看姐姐看呆了？还好吧，在我见过的美女里，能排进前5。什么？才前5？小弟弟，你跟我扯谎了吧？我不相信你见过那么多美女。哼，刚才包厢内你也看到了，她只是其中一个。那个女孩倒是挺漂亮的，那也比不上姐姐我呀。这你们有点自恋吗？说吧，找我谈什么？小弟弟，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哦，女人。小弟弟，你还挺幽默的。这样，我给你个提示：电视剧、综艺。抱歉啊，我平时不看那些。好吧，怪不得你不认识我。你很有名吗？我叫周心怡，一名女演员。哦，所以我服了你了，你是真的。算了，是这样的，我个人的经济状况稍微出了一点点问题，所以想跟你谈一下房子续租的问题。你们女艺人不都是挺赚钱的吗？这点房租对你来说不是九牛一毛吗？按理来说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是不行，不能说我大手大脚把钱亏完，不然他一定会鄙视我。哎呀，好弟弟，你就帮帮姐姐我嘛，江湖救急，姐姐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的啊！哦，好，这江宇还没回来，我们都快结束了，该不会溜了吧？穷鬼是这样的，怕我们找他 AA 吧？班长，同学之间没必要说这种阴阳怪气的话吧？没错，江宇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倒是你们一个个的都针对他。是我们针对他吗？哎，不是他非要租车装逼，在我们老同学面前丢人现眼，他能做，我还不能说了。算了，文俊哥，别跟这种屌丝男一般见识。喂，丽姐。丽丽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
我在……不管你在哪，赶紧去镇南路附近。小道消息，周姐今晚偷偷溜出去，最近的地点就是镇南路。真的？谢谢李姐，我如果能跟周姐结交上，一定会包个大红包感谢您的。怎么了，丽丽？周姐来了，就在附近。周姐？真的假的？周姐，演艺圈一姐真来了。周姐来了，这辈子要是能见到周姐一面，死生无憾了呀。周姐可是我的偶像，哎，在哪儿？就在……我怎么感觉这女人的背影有点眼熟，就像是演艺圈的一姐周心逸，周姐。该不是……哎，丽丽，等等我！我也去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周姐，国民御姐，演艺圈女神，竟然对江宇撒娇！怎么会？周姐怎么会？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大人物，才能让周姐这样对待啊？文俊哥，李文俊，你不是说他就是个臭屌丝吗？你真是坑惨我了！哎呀，这真的是周姐啊！我就说嘛，我哥们儿怎么可能混得差？班长，看来这次你又看走眼了。什么时候江宇变得这么优秀了？我看上的男人居然在跟我的偶像勾搭。这不是聊天的地方，要不要跟我回家聊聊？哎呀，小弟弟，胆儿挺大嘛，第一次见面就想带姐姐回家呀？不过，谁让你长得好帅，姐姐答应你了。等一下，江宇，你把事情解释清楚。班长，你知道你今天多次挑衅我，我都没把你怎么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我已经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人，你的所有行为跟跳梁小丑无异。臭弟弟，等等我！我懒得跟你辩解，我就说一句话：你今日不跪，来日想跪，可就没那个机会。你说你这话真有意思，咋的？有朝一日我还得求着跪你呀！所以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本来可以和他处好关系，让自家生意更上一层楼，可现在，我连给人家跪的门路都没了。臭弟弟，不是说好带姐姐回家谈的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突然觉得啊，带你这种女人回家太危险，还是算了。不解风情，又找男人求着我踩都不踩。你倒好。哎，行了，说正事，房东价值5000万的豪宅呢，得赶紧租出去，落袋为安。这是合同。哎，你这不对啊！你这不是租房，是租用房屋用于特殊用途，还包括打杂。还有，你这房租也太低了吧！哎呀，弟弟啊，啊不，哥哥，好哥哥，房东哥哥，人家拍戏需要嘛，你就通融通融。系统，这种情况怎么算？能算出租哦，人家大明星都是租别墅、租豪宅的，你这再不济也不至于混成这样吧？人都有难处嘛，海涵海涵，等我周转过来了，请你吃饭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行了吧，你能按时把房租交上去不错。谢谢臭弟弟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哎呦，签字之前好哥哥，
签完字臭弟弟，这真的是……怎么喜欢我叫你哥哥？那房东哥哥，你平时都干什么？怎么这么有钱啊？想知道？我太想知道了。好哥哥，有什么财富秘籍，一定要教教我。哼，其实啊，很简单，我能拥有如今这些财富啊，就2个字：收租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每个月抽出1天的时间去收租到底有多累。房租、车租那么多，我哪收得过来啊？房东哥哥，我觉得你是在玩一种很新的游戏。所以你的财富都是收租来的？不然呢？我真傻，真的，竟然还以为你这样的富二代会有什么正经营生。你干脆说你资产太多了，收租都成富豪算了呗。恭喜你，回答正确。喂，哦，租房是吧 ？OK， 明天签合同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就这一下，又一套紫金院的学区房租出去了，1个月10套房全租出去了。你们有钱人的世界，我是真不懂。好哥哥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，怎么想做我女朋友？我周星逸在这儿！是周星逸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个样子了？不要再提出这样幼稚的要求。怎么回事？早在你甩了我的时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真应该想到有今天。啊？啥？我当时是多么爱你，你离开我的时候是多么绝情。难受的。现在看我出名了，所以你就想回来？我呀？你能不能不要用我对你的情感，一次又一次的来伤害我？哦，先生，先生你好，我是风雨传媒记者，先生，方便透露一下，请问这什么关系，先生？请问您真的打算跟周星逸小姐复合吗？刚刚在这里。先生，你有时间接受一个专访吗？先生，先生，好吧，我拒绝采访。哎，别走啊！先生，别走啊，先生。去你大明星！害我被记者追了3条街，你给我等着你！雨然，你还有脸打电话过来？哎呀，房东哥哥，对不起嘛，人家也是迫不得已，人家现在出尽麻烦，要是被传出那个什么绯闻来，那可就不妙了。明天来收我约见，你房子不给你租了，你找别人吧。别！好哥哥，哥哥，别呀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啊。哎呦，现在知道叫好哥哥了，之前把我说的跟负心汉一样，我怎么你了？哎呀，人家那不是形势所迫吗？大不了我让你假戏真做，到时候就对外官宣。不，还让你做上白日梦了，还想赖上我？怎么是赖上你啊？我这么大一个明星，跟你闹绯闻，你还嫌弃？哎，行，别说了，反正啊，记住了，你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以后是要还的。知道了，人家会让你满意的啊。这女人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行了，不说了，有人打电话了。喂，女博士，这么晚打电话，你是深夜寂寞了？寂寞你个大头鬼啊！说，你跟那个周星逸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招惹你们校花不够，还去招惹一个大明星，你到底有几个好妹？哦，哎，你这是吃醋了？谁吃醋了？我是怕你死在女人堆里，我到时候又要找别人租房子。就装吧你，改天我被别的女人抢走了，你可就后悔。谁会后悔啊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滚！哼，女人。切啊！气死我了！你个狗男人，竟敢调戏我！我让你调戏我，我让你招蜂引蝶，我让你死在女人堆里！林姐走。啊？林姐这是怎么了？看着火气好大呀！不是，谁敢招惹林姐啊？看什么看？上班时间都认真点。张总叫你过去一趟。张总有说什么事吗？应该是大厦涨租金的事儿。租金？不是才涨过，还来？张总也很生气，可是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大厦。那家伙是干中介的，手里的资源应该不少，也许可以。哎，呸！我林秋月就是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我都不可能找他帮忙。醉到自然醒，爽！哎呀，让我看看今天刷新了什么好东西。租金是什么意思？多层建筑，宿主只要出租其中一层，就视为出租成功。我操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一栋大厦怎么也得20层，我只要随便租出去1层，整个大厦都是我的。这买卖血赚啊！不行啊，这些广告公司都满足不了张总的需求了。混蛋，便宜你了！不行，我昨天刚说的那种话，现在再去给他打电话，拉不下脸。算了，伪装一下吧。贱人！居然用这么欠揍的名称！如果我在你对面，我一定打得连你妈都认不出来你！喂，你是卖茶叶的吗？不是。那你买茶叶吗？是贼土贼贵的那种。混蛋，你是天生克我的魔星吧？哼，小样，卖茶叶的小骗子，骗到你哥头上，看我怎么调戏你！妹妹怎么不说话了？快说说，你那酗酒的爸，重病的妈，年幼的妹，破碎的家。您好，我这边是创维风投。我想找一座全新的办公大厦，您看您能不能推荐一栋租金合适的？哎呦，这是现在新推出来的套路吗？不卖茶叶，改租楼了？朋友，玩的花呀你！你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卖茶叶的。哼，我不信，除非你爆照，是美女我就信。美女，美女，你脑子里只有美女了吗？我操，李秋月，你开小号，你钓鱼啊？我没有，你什么你？昨天还说什么相信我不会吃醋，现在又搞这种套路，你口是心非的女人！我要租楼，
就说你租不租吧？租，当然租，还得是你，整天给哥贡献业绩。这样，我手里现在有一栋云帆大厦。云帆大厦，最顶级的办公楼，寸土寸金的云帆大厦。怎么样，哥给力吧？咱们感谢哥吧。换一栋。怎么了？瞧不起云帆大厦呀？我们租不起。哎，简单，你给哥撒个娇，发个嗲，给你优惠优惠，便宜便宜。你去死吧你！哎你，混蛋，混蛋！就知道趁人之危。我要是再找你，我就是狗。林姐，张总又在催了，你今天一定要定下来。催什么催啊？就给那点预算，还让我找高级的大厦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林姐，张总的要求就是这样，你还在实习期，就别这么横嘛。我，这次选的地方不错啊，这牛排够劲的。我们说正事吧，你开多少钱租金啊？哎呀，你知道的，这种地段啊，市价得500万。可是领导给我的预算只有300万。那怎么行啊？江宇，我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，可是……嘿，我的意思是，领导给你300万，你就花300万吗？你当然得砍价呀，你砍的越多，领导越满意，不是吗？江宇，你说的是……这样吧，叫我一声爸，240万，你拿走。你让我在这种地方叫你爸爸？如果你想换个地方，比如酒店，我也没意见。你这是趁人之危。哎呦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呢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不愿意啊？行，那我们就来聊聊市价500万的地段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去，天哪，这小两口玩挺花呀，玩这么大。现在的人没想到，真的是这什么情趣玩？现在可以了吧？当然可以。另外，我还会在合约里加一条，砍下来的预算全部归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你都叫我爸爸了，我能不给你点甜呢？什么情况？你说的好像是我被你包养了一样。你想干嘛？如果我说我就是想养你，你愿意吗？你个死色狼，去死！哇，他们玩的真是签合同，真有意思啊！来，3年的合同。3年，每年你净赚60万，总共180万。这声爸爸叫的值吧？照他这样说，好像确实……不对，林秋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怎么能屈服在这家伙的淫威之下？真不知道你们租赁公司到底是什么来的，大厦、跑车、学区房，什么都租。没办法，实力雄厚呗。你只是个中介，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我可不想有一天在牢里看到你。哟，乖女儿，关心爸爸呢。去死吧你！不乖了啊，小心爸爸打你屁股了啊！哇，在这样打下，我跟你拼了！好了，不闹了。不过，林秋月，我帮了你这么多，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都已经请你吃西餐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吃西餐，我想吃的是……老板，
再来2瓶啤酒，3盘腰子。来了。弄了半天，你就想吃这些啊？撸串可好吃了，要不要试试？我不吃，我嫌丢人。阿宇，你这新女朋友挺靓，这次准备处几个月呀？哎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帮了你不少忙。你尝尝这个，这可好吃了，口绵紧。这才对吗？老板，再给上瓶啤酒。好，明白，这准备灌多了带回去是吧？老板，知不知道你这为何生意不好啊？就因为你好好一个人长了一张嘴。去。你慢点喝啊。你还好吧？江宇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多讨厌？讨厌也没见你少找我。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感觉我倒了血霉了。我李秋月从小到大还没有这么丢人过。慢点。我不管，谁让你老欺负我？你带我去酒店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说的。如果你不带我去，我就告诉全世界，说你教育不行。好啊，林秋月，今天爷们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男人。I'm flying high like a bird, but my fluttering wings can keep you from pulling me down. Your mama says I'm a fool, and yeah, maybe that's true. I can'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. 不行，我来大姨妈了。我操！林秋月，你他妈耍我呢！平时都是你欺负我，今天就让我欺负你。你不是小帅哥，快去笑一个。好家伙，彻底醉了，暴露本性了。小帅哥，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不是喜欢姐姐啊？这女人平时看着挺正经的，没想到喝完酒居然能浪成这个样子。哎呦，你别走啊！你回来，去你别闹了啊！能看不能吃，你要折磨死我呀你！小帅哥，来啊，陪姐姐说说话。
姐姐有的是钱，钱在哪儿？钱，我真是脑子有问题啊！大晚上带他出来喝什么酒啊？钱呢？等等，姐姐有的是钱。这小妞应该没见过自己醉酒的样子吧？我给你录下来，明天你看到，表情肯定很精彩。头好疼啊！我怎么在酒店？还好衣服在。江宇，我要杀了你！江宇，我要杀了你！第3代 K19水陆空3期机械流光服务器机组。哎呦，这系统现在刷新的物品是越来越奇怪了。这个概念超跑奥迪 ，BDC 办公楼还是可以的啊。摇入。今天的货扫完了，可以开始寻找租客了。喂，江宇，你现在在忙吗？会不会打扰到你啊？没有啊，彩妍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呢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想找周心怡小姐做代言，预算400万左右。但是她的经纪人告诉我，她的档期排满了，可不可以请你问一下呀？哦，行，那我回头帮你问一下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太麻烦你了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哎呀，都是老同学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就说那个女人不老实吧，档期这么满还给我哭穷，还让我给她优惠去。喂，喂，臭弟弟啊！哎，怎么跟你房东说话呢？哎呦，是我的房东哥哥。哼，少来这套啊！听说你档期都满了，赚大钱了吧？哎，哪有啊，闲得要命，都快穷死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房东哥哥，你别听经纪公司那边瞎传，他们就是为了提高谈判筹码。怎么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只要哥哥一句话，我一定办。算你识相啊！我这有个广告，接不接？价格呢？预算400万。啊，400万！哎呀，这种广告很繁琐的，一般500万以下我是不接的。但是看在房东哥哥的面子上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不喜欢勉强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。哎呀，房东哥哥，咱们有事好商量吗？啊？好啊，商量。不过，刚刚那预算我看错了，
预算只有200万。这男人怎么比猴还精啊？我就是耍点小聪明要价，他就直接戳破。房东哥哥，人家怎么说也是女孩子，你怎么一上来就这么猴急，单刀直入？100万。啊！别！我接还不行吗？房东哥哥，好歹给我留一口汤啊！哎，看来你现在是真穷，真缺钱啊！人家都说了，人家现在真的快穷疯了，哥哥你还不信我？哎，行了，少来了，少给我发嗲。合作细节我一会儿发给你。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哎，奇了怪了，我堂堂演艺圈1姐，怎么被这家伙吃得死死的？姑奶奶，快来看看，服装广告，你就换几身衣服，拍几张照片，40万。哎，我不是告诉你7位数以下的合同不要拿给我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，您之前惹了多大的祸，您是心里没点数啊？我惹什么祸了？我不就是踢了那个狗男人一脚，办了他一个狗啃泥吗？那还不够啊，人家背后的资本发话了，要封杀你啊！就这，还是我弄了好大力气才弄来的。行了，不用管那种小事儿，注意看手机。什么手机？一会儿有人会给你谈100万的广告，到时候别给我搞砸了。姑奶奶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姑奶奶我自有神通，不会让你跟着我饿死的。能顶着那位的资本给你广告，姑奶奶，你这是抱上大腿了呀！还行吧，就是我一只小奶狗。喂，房东哥哥。天哪，这夹子音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桀骜不驯的姑奶奶吗？合作细节我已经发给你了。好的，谢谢房东哥哥，爱你哦。少来了，挂了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姑奶奶，你这新抱的大腿够不够硬？硬，当然硬。光紫金院的学区房就有10套，还有3套价值5000万的别墅，1000万级别的豪车不止1辆。对了，我最近还查到，明帆大厦好像也是他的。姑奶奶，你没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像是在开玩笑吗？这么说，难道是哪位金圈太子来咱们这炸鱼来了？那可不。来，看过短剧没？金圈太子要成本姑娘的裙下臣了。我觉得以你刚刚的口气，你才是那个臣。就你会说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啊！饶命饶命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喂，彩妍，事情我帮你谈好了，一会儿我把他经纪人的名片推给你，你们自己聊吧。价格100万。啊，这么便宜？我帮忙砍的，但是你可不要老是报上去啊，给自己多要点预算。
江宇，谢谢你啊。嗨，都是老同学，说什么谢谢啊？这不一样的，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得请你吃饭。不行，吃饭太轻了，让我想想怎么好好报答你。要不然以身相许呗？啊？开个玩笑，别介意。江宇，你坏死了！刚才我都被你害得心脏漏拍了。心脏漏拍，还是小鹿乱撞啊？不跟你说了，等我想好怎么报答你，再跟你说。行。什么手签合同啊？电子签约已经发过去了。检测到宿主兑换物品，连续出租成功，效率极高，表现优异，奖励100万积分。我操，这么多积分啊！要不玩把大的？你是说还有人在给周心怡广告？是。我是不是吩咐过，不许任何人再给他一点资助？是。那是谁呀？到底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无视我方家的权威？我查过圈内，全都对不上，应该是圈外人，不知道你的斤两。哼。喂，这事没那么简单，去查清楚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给周心怡这么大的力气。是。奇怪，最近林姐怎么好像在跟人怄气似的？混蛋，还敢发消息问我在不在公司？我在，怎么了？有件事要找你帮忙。你不是博士吗？肯定有牛逼的导师吧？我有点东西想租给他。你打错算盘了，我老师可是中科院的教授，你以为你那点东西能入得了他的眼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很熟吗？想找我帮忙，没门儿！爽。林姐，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哇！哇塞，这是谁呀？好帅啊！嗨。哇，好帅啊！这不会是林姐的男朋友吧？我的天，还以为林姐眼光高，没想到早就金屋藏娇了。啊！你们胡说什么？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就算有关系，也是仇人关系，不共戴天。宝贝，不至于吧？不就是那天在酒店把你弄疼了吗？那也是你主动的呀。这是太劲爆了吧！
说什么？我没说错呀，这就是事实啊。这个好劲爆！我感动爆！太好可爱了，姐竟然比花都准！哇，林姐！走走走！江宇，说，你到底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就凭咱俩的关系，我来看看你，这很奇怪吗？你看，花我都带了。这个笨蛋，居然知道我的喜好。呸！他一定是调查我。那个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吗？少来！你怎么想的，我还能不知道？黄鼠狼给击败，没安好心。看人真准，把你董事的联系方式给我来。不，行，那我就去告诉你们同事，说你忘恩负义、负心薄幸，昨天才骗我签了合同，然后就带我去赌博，现在转脸就不认账，我现在就说。江宇，我跟你拼！不是吧？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在办公室里就开始了。没声了，没声了。我也去。你玩的这又是哪招啊？我苦肉计啊你！你别动！好，我不动，你动。哎呦！你没事吧？疼死了！哎呀，我看，你别动，疼。应该是脱臼了，不严重的话，用力紧张一下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真的吗？可能有点疼，你得忍一下啊。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的脚踝接起来吧？不然呢？等，谁家中介还开发正骨业务呀？哎呀，你别碰我！没事儿，忍一下啊，就一下。你说深夜结合解剖这里面干什么呢？不知道。那姐就说别动什么的，好想再干一些很刺激的事情。是姐，叫的也太惨烈气了吧！这简直像盆骨都要被震碎掉了呀！你们说，人在办公室恋情都偷偷摸摸的，这两人倒好，明显刺激咱们来了。怎么样，舒服了吧？疼死了！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赶紧走。走两步，没病没事，走两步。来，我去！我说你这女人，不要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！就你刚刚这个状态，如果打车去医院的话，坐车一路上能疼死。我知道你是好心的，但是我现在就想打死你！好了，忘恩负义，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，你连个回报都没有。手机给我。给，这是我导师的联系方式，满意了吧？哎呀，谢了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导师可是国家级的科研人员，如果你没事找事的话，小心他把你骂得狗血淋头。放心吧，他不但不会骂我，还会把我供起来。哟，你这白日做梦都跑到我这儿来了。那万一我要是做到呢？如果你能做得到，我做你女朋友都可以。
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好疼啊！来来来，我再给你揉揉。我疯了，玩的太疯了，还柔柔，都打人。行了，我不疼了，这没你的事儿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说你信不信？不会拆桥啊你！管我累死累活跟老黄牛似的，你一点感谢都没有。谢谢你对我做的一切，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喏，看到了吗？把抱枕给我，然后对我发誓，不会对我的帅照再胡作非为，我就走。老天爷，这贱人是我的克星吗？这都被他发现了，我早就扔了。哎呦，那现在我要是去你家搜到怎么？你敢！你要是敢私闯民宅，我就报警把你抓起来。这贱人要是真去了，搜出抱枕，那还不得是狠狠的嘲笑我？哼，不搜也行。这样，你呢，亲我一下，这事就算了。不亲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同事，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离9月大。满意了吧？慢慢。你个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怎么回事？这帮人看我太帅了？我的妈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玲姐受工伤了呢。就是啊。秋月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这次有点过了。娜姐，这次都是我的错，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子了。要不是因为那个贱，要不是他非要我也不会那样。什么？他强迫你的？可不是嘛！强迫他这个人总是自以为是，根本不管我舒不舒服。走，咱们报警，告他强奸！强奸？啊什么啊？你一个博士，不会连这点知识都不知道吧？不是，娜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总不能说我想打他，反而扭断腿吧？那也太丢脸了。这里就糊弄过去就好了。姐，其实他给我弄得也挺舒服。我去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我们还是算了。不是，秋月这男朋友到底是什么神人？就把秋月堂堂女博士征服了？麻烦大人送达，谢谢。这样一来，我的租恋大业就揭开了全新的篇章。韩校花，怎么想好怎么报答我了吗？江宇，你可比以前坏多了。是啊，钱是男人胆，我现在还真和以前那个屌丝的自己不一样喽。不开玩笑了，怎么要请我吃饭？我已经在菲斯特西餐厅订好了位置。等我们吃过饭以后，我还有神秘惊喜要送给你。哦，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了。那我等你哦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菲斯特西餐厅，
那不就是上次我和林秋月吃饭的地方吗？换个妹子，继续吃。方教授，您的快递。哎呀，我哪有什么快递呀？可是快递公司说是给您的，而且是特殊邮件，说是有关于您的研究。这是什么？恶作剧吗？把它扔了。哎，等等，方教授您好，我是一名以租赁为生的商人。方教授您好，我是一名租赁为生的商人，也是您弟子林秋月的男朋友江宇。我听说您在研究可控核聚变的控制器，因此特意为您奉上这件租赁商品。如果您愿意，请签下字，以每日1000万的价格租赁这个控制器。方教授，这果然就是恶作剧。不，秋月不是随便的人。既然给出了我的联系方式，那这个人就不是信口开河之辈。备车，我现在就去实验室，我要亲自验证这件控制器的可行性。这至于吗？您真的相信这是可控核聚变的控制器？这是困扰整个人类文明的顶尖难题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一个人做出来了？但是呢，科学界最不缺乏的就是人才和例外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意义无与伦比，它必将足以改变世界，而你我也将见证历史。不得不说，相比林秋月那个不懂风情的女博士，这才是有女人味的大校花呀！你盯着我干什么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很好看，妆容恰到好处，妩媚又不显得妖艳，给人一种魂牵梦萦的感觉，这对男人的吸引力啊，很致命。那你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吗？当然。江宇，你真的没有女朋友？你现在对我说这些油嘴滑舌的话来哄我，太浪费了。来，连麦。来，这个双人惠灵顿牛排，再来一个希尔牛排。好。上次的事情谢谢你，为我们公司解决了燃眉之急。哎呀，互利共赢嘛。哎，谢谢。江宇，你说实话，你真的没有女朋友？你还要问多少遍啊？你该不会是准备向我表白吧？我之前是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没希望了，因为你肯定喜欢更年轻、更漂亮的，像我这样的大龄剩女肯定看不上。看你这话说的，你现在啊，跟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小姑娘比起来，分毫不差。再说，手点好，我就喜欢手。那现在这样，你喜欢吗？那
现在这样，你喜欢吗？你勾引我呀？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！你说你喜欢熟的，真给你了，你又不乐意。哦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今天就是专门来勾引我的。我猜。所以你说的惊喜就是这个呀？这怎么不算惊喜啊？你知道我为了准备这个下了多大的决心吗？我要不是喜欢你，我怎么可能……韩小花，别自轻自贱，你不比任何人差。还有，不要做出那种把自己当礼物送给别人的行为。怎么，被我的一番体贴发言打动了？我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像渣男了？哎，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是渣男？你别看我风骚啊，但我对待感情很专一的，乃是绝世好男人。臭弟弟，不，房东哥哥，你也在这儿？哎，江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等，这怎么跟别的女人吃饭？哎，房东哥哥，他们俩是谁啊？绝世好男人，绝世好男人。哎，意外，都是意外。既然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那我们就坐在一块儿一起吃饭吧。哎呦，花心鬼，谁信你啊？哎呦，江宇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昨天才在办公室跟我，你今天又去泡别的女儿。你别冤枉我，我只是给你正骨。我不管，你碰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任。喂，我说你这个女人有点蛮不讲理了吧？要说碰了，房东哥哥也碰我了，那是一个激情缠绵的夜晚。我这瞎说什么呢？你张口就来啊你！你们别信他啊，他就是一个演员。你闭嘴！周姐，虽然我是你的粉丝，我们项目上还有合作，但是这个男人我是绝对不能让给你的。对，我也不是我先来的，他应该跟我。哎，不，房东哥哥，你快看看他们，他们好可怕！你会选我的，对不对？选我！滚蛋！不行，外面都不这样，我老沈家就不会裂开的。这什么老头屎！风云华。周姐，又见面了。哎，小心，这家伙出身方家，爷爷是中科院教授，父亲是江南最大企业家，一般人根本惹不起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你是得罪了方家，所以才变得这么穷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开玩笑？你要是实在挺不住，赶紧跑，我来拖住他。方云华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可惜你今天来错地方，有我这位好哥哥在，轮不到你放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，我笑你拿废物当宝，他不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底层人啊，祖上3代也没什么出息。你拿他吓唬我？方少是吧？这么当着面来说我，怕是不礼貌吧？切，礼貌？你这种蝼蚁，如果不是机缘巧合，你连遇见我的资格都没有。拿下！江宇，你快走！哎，着什么急？看着时间，应该也差不多了吧？
畜生，你在干什么？哼，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师，您来的正好。秋月也在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江小友的女朋友。啊？这不大使出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是自家人吗？原来咱们沾亲带故的。那什么，今日是我荒的，我自罚3杯。你谁敢？不是，爷爷，我都道歉了，是他不依不饶。不是，他不就是你学生男朋友吗？你至于护着他吗？孽障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平日里胡闹，我疏于管教，可今天你竟敢招惹到国士头上！什么？国士？国士？爷爷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混账东西！江小友乃是研发出可控核聚变控制装置的天才，他的贡献足以载入人类的史册。区一个博士的头衔，只怕还缩小了他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都做了什么？江小友，我代表中科院，代表大夏向您致意，请您立刻跟我一起回去。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国士宴，盛大的欢迎您。哎呦，哎，不胜感激，不胜感激。哎，各位姑娘，还愣着坐下，还不快跟我一起去参加国士宴？江宇，你怎么是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按照赌约，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。可是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才哪到哪？哥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